三八菜密室路真，杨烈有真相大白。大人关着两个女呀，若为人打得男女结约，本别可啊。刑部送转中尉大人们自家回到公事房，身体坐定，哒啦啦啦，马上写到手。苏王王人脚下生死互动，林不疑家中捉拿凶手刘子豪一名。等到写好诗里的规则你呀，我两个堂面浪向真被受得来，要闷闷清扫。当浪向当当作弊，都是哪桩事体？两个准备走走进进，后部拖出，大人一听，哦。也是个督察员，都是林国奇运动当差，当当作弊。对两个准备看看到袋子插头个啥？当当刑部当三法师为生，当当作弊，违当了得。不过再想搿桩事体，叫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受到外头到底自家压力不入个，就对两个准备说，因为错位。才请原谅一次，但是现在要去做乱子，倘若做了乱子后，将功抵罪；倘若做不了的闲话，两罪俱罚。两个差人这股水，走走进进，围里头你们又进到外头出来。到班房里向，我跟李了身边依靠我两个人打出营部忙正前头而来。这个老弟啊，阿哥吧，啊，舅娘，哎，都是么，真都是。衙里2000事，实在喜滋滋。为子公道事么，去叫吃苦事。哎，这不地的要把地气我就上。当然，龙抽帮大人告知了，实在办不了，一直把头杀，真是我只求皇帝啊，黑子把菩萨，真正出眉头，要去想办法。哇，我的舅娘，杨高的妈真喜的而来。虽然黑天衙门，觉得个林国基屋里向大宅，眼睛真好。哥哥，
里向还有人了海啊！哎，没得里向有人了海讲。正来搿些辰光，过来一个人，啥人么？来生。搿么来生啥人呢？就是邻国几个贴身童儿。手里向拿着2块钱，我过来一看嘛，哎哟，2个团儿哇，不知啥个事体，眼睛真好。这个2个团儿啊！我有来你啊！你多少哇？你在哇？这个你都带上回去啊？到你的父老来帮忙来哇。哦，晓得在，晓得在。还是前日拿这2400，今朝下来拿600多头个。哎，对，厉害哇！这个跟我进来呀！啊，搿么蛮好。进来，拿里到大袋里向。哟，你啊，手里向拿啥物事讲？西瓜哇？西瓜啊？你自家用啊？对，那收得了搿家，西瓜么做个出来用哇？西瓜出来用。啥人叫你买个讲？狗太太。哦，里向有个姓狗个太太。啥个姓狗个太太？狗太太，是南阳个妹子，鱼上只有个太太。哦，在工作南阳个妹子。妹子。鱼上只有刘水东个太太。买不少人家。1块3八菜，还有1块拨杨乃武给。哦，拨杨乃武。那么为啥也拨杨乃武呢？杨家太太这个年头，真正凶手也不是杨乃武，是我儿子呀。别杨乃武杀子头，鸡蛋应该1块6钱，我儿子多得去讲。所以呢，半夜花块西瓜，手啪啪的个毛皮给。那1块嘛3八菜，1块嘛杨乃武给。这样吧啊。人家再商量。哪？这个西瓜呢，别拨杨乃武3八菜啊，拨你2家头每人1块。别收呀，这个西瓜样都也少了。哎呀，你马上也死着呀！西瓜么真可怕用啊喂！那你怎么也死的？那不对呢，还有才是难玩。那是我讲。你们哈都是听你在给他吃嘴，关着你们当狼作弊。没中嘛。动人口臭板子呀，2家头还要杀驴子呀，那么我身上再等来一条手掌。我大明浪向看过，不是蛮汉吗？蛮汉。你是一句你辣海辰光蛮汉。你白头马上出版个呀？马上出版个？哪桩事体啦？哪桩事讲不来？就是100升食品，高西装起，3八菜蒸瓜，高过口的，长得真正像就1点5分。不是蛮汉吗？都有个笨啊，再子用起来，3个毛头人嘛，口也不肯开，动人口臭板，个个要送备，今朝来什么一大把头开，想真气爽。才是难来的，五斗亲戚最么海地带了噻，三部中客用实来，爸爸来，弄来，现在你2家头是不今朝通来一上去。等我不打高官，来要求我们见都等我不打高官。来要求你们，你不晓得来要哇，这样子难玩，难来亲戚来哇。我不打高呀！哎呦，2位女儿帮忙，我也我名个呀，你也晓得，我上头为8到几岁个男人，下头为几岁个小囡，我也我名个呀，帮忙。你也我名。我也我名个啊。你不相信？不相信。那么蛮好。那哈。你不相信嘛？你生下来的哇，就拿白家浪向打。说啥个意思讲？杨乃武上去抽班。抽班子？哦。你到底向刘子都啥样了？刘子都啥样？你不能让里向吧？让里向。对，店长，此地谁是我带领山高头，不知他人进过室。听不见。你还没好。3把菜已经全部交出来咋？这张屋子。杨乃武。杨乃武就我噶。那么真正继父啥人家？真正的继父。不是。啥人？就是你向多位刘子红道山上。就是刘子红道山呀！哎呀，怪不得1块西路嘛，我要花不杨乃武了他。非这花不杨乃武多少？没真怪。是个呀。那么多人关着。有2家头再给他来。倘若刘子红道山杨乃，娘的打子走。大家没事体。大家没事体。倘若打不走。3家头统统杀头。哎呀，不样啥了？这个一来新嘛，你想要这个死子啊？笨得来也死。那笨啊？不懂南京，你说你说你呢？官家公子啊！对个啊！你都要做官的。是个呀。官官相护。那么来是讲改动地。改动地过啊？坐到衙门里向去，再多么3个月过。
住三个号头呀？盖落地动地不只有2个月，我比2个号头。动地东盖落地嘛只有1个月。我住1个号头子。那么你去想想看呐，你这个月份做过呀？哎，是个呀。袋袋里向摸不出呀。没真呀。伊么三家的分分杀苦浪头，类似我大小也么只不过1个月故事。你隔壁张位数，你自家数数看哪哈个数？没这啊，让我数数看啊。哎，倘若我去侬想要学出来个，那么一定都吃1个号头故事。对。倘若不去侬想要学出来，三高头杀苦喽。没，不个数个哇，随便让侬学出来哇。哎，不得讲个呀。是个呀。哎，那么哪哈侬去学出来呢？哪哈侬学出来？哎，我跟你讲。10行上10行多。吕子虎肯定上当。哦，10行么想要背出来的。背出来让你打出去。哦，有什么？不能忘记个。不忘记过哇。你还在这里向。晓得。你让外头等呢。有什么在？对了。别人根本都收下啊。来声哈哒，马真里想起。那么吕子虎啥地方呢？吕子虎写出了，现在这个娘一代，辣希望里向。嘿，这是昨日夜里向，小白菜迷失罗真人，当着杨乃武面，拿你个名字走出来了，就写出了要天风困，心惊肉跳，对把武器夹抢起来，夹请我去对举起来，3股2上石头上屋人。天涯分两，吕子虎起来，一个人神思一点点不分，坐辣海，眼瞪瞪。边浪向杨翠涛涛也不晓得个了，这个儿子这个新官半辈子干呀，看见了眼瞪瞪的眼睛问：“哎呦喂，我的好儿子啊，做什么呀？眼瞪瞪的呀？”妈。凭良心讲，昨日啥昨日，50多岁个先生叫20多岁个学生子还叫你娘了要啥里会耳朵了？说实上没办法想去。妈。昨日夜里向做儿子一夜天分困。那困来困去困不着。那么侬一只老鼠，嗖噜噜，对外头窜来窜去。我看娘个老鼠啊，他做儿子半根鼻子哇！哎呦喂，好儿子啊，没得关系的呀，老粗要辫子嘛，就要抱儿子。老鼠啊，鼻子就要攀鼻子。哎呀妈，不要么说。那我觉得团经里向杨姐姐。哎呦喂，好儿子啊，没得关系呀，头巾杨西西嘛，将来有福气。团经杨姐姐将来有福气呀。也是好的。真那个些辰光来生哈哒，进来嘛，个郭太太2块3包来着。好的，放在这块有什么3包袋浪向一放，这个郭太太外头来自2位团儿，是奉旨过来要之命，今朝3把菜杀头子，为着想要带外头花地动地，这3把菜去忙棺材忙衣裳盖。这个老头子想得到蛮周到的呀。儿子啊，你到里边拿100块大洋跟小白菜买衣服买棺材。阿爸爹想得蛮周到。搿事业这3把菜买衣裳买棺材，葛么中间这里向去拿吕子虎写出来在里向，箱子里向拿着100块大洋嘛，打在外头。葛么阿妹娘，100块大洋。拿哈子，那么娘在外头去搬这里头去买回来买衣裳。好儿子啊，你早点回家里来我去支付去来。什么呀？那做女子马子官人嘛，直接到营场浪向去看杀头去，对不对？哎呦喂，好儿子啊，走开杀头汗毛淋漓，你不要去呀！那个做女子杀头不怕呀？什么呀？不对，做女子看杀头不怕呀！哎呦喂，好儿子啊，你不要出眉头啊！要西瓜今朝闲话哪讲不理解了，不该不叫你闲话讲。吕子虎写出了大字3步，还走头来对娘看看，最子2步不走头来对娘望望。嘿嘿，这是天性关系，再有一面。妻子不走来这样，登下了营堂浪向，吕子虎再调高唱，欧华大棒，有杀头之人。扬州太太得到心塞，去激发上嘛，就再有一面。所以现在2只脚，
是苦不开无之中。旁边一个来生对的是要熬头有人等下来啊，晓得来着。那个例子硬硬对比，达到熬头花厅浪向，一口么两个都有。哦哟哟，这个两位都有。小杨，你喊。还是奉旨家你之命。这个要学生的还是马古为了马衣裳。对个，小杨，我都养了让一人里向，不方便出来个，是不是经济两高的大办一道个？这么辛苦你都在。不爱个哇？No，这个100块大洋哪里给的？好个，大，这个来么心里想开心啊！就你对你今家来做犯人呀，稍微眼眶紧张了，这种动地拿了浪是身浪向被子不上一粒个落得拿，一差不多，哗，一人一半袋袋里向一扛。咦，个女子我想不落呀！要是怕这个洋的不是本都两家的，这三不菜买衣裳买裤子，你都两家的分一分个大家袋袋里扛干子，上次不着哇，不然一身是西的东西。哎，这个对呀。是呀。这个100块大洋。是这300菜买衣裳买裤子。是个呀。那么你都两位的辛苦的呢，学生不会忘记的。这个动地你都拿，扛了身体。哎呀，是呀，那个我也在。你去想想，300菜网上一杀头子呀，辰光就差不多呀，所以一人一半，你去买衣裳，我去买裤子。两家的分工合作。辰光啥的呀？抓紧时间。根本没好。哎呀，我也说呀，想到说吧，我也准备一样么子。啥么子？保卫哇。我要保卫。你想想，300菜今朝杀头子，不也站稳离手，这个保卫不也斗争过啊？保卫不斗争，不能够站稳离手。这个有稳不塞，人家去了外头撇了撇，腰里向有点重来给。也是个高头我明白。那么但是我理想不保卫了。不分爱过喏，来生空了浪玩，就来生去摆一道玩。来生啊，来看呐哈，对里眼睛一撒阴雨，很松嘛。来生来得个最灵子，这个是呀，我去摆一道么子玩。那么来生啊，农地了，到外头去嘛做保卫啊。有什么？给得哈的嘞。晓得个。稍微大点个。有什么？马上就走了。晓得在。那么说呀，我去着啊。去。来生带外头，一个球子一堆，大蛋里向嘛，这个想要保卫来着。是那个奴的。多少？我刚刚听上了你啊，李德快个，啥个就是要保卫来着？说的，哎呦，那是山呀，300菜个保卫来着。讲闲话牙齿做好晓得。这种闲话不能乱讲。有什么？这个是一口呢，这保卫在面的。这个来生啊。是呀。那我人不受资的家。是呀，你不晓得呀，我去过的，那个水池里向啥么实在就还不够，通通挖光了。一趟或者啥再有一只保卫在。该像私人生意蛮好。是个呀，是呀，你不晓得呀，这个是这个保卫下头你只厉害个啦，那中国蛮精细个呀，现在已经在那做着，蛮费辰光个，现在去拍么子呀？现在已经在那搞工作。已经在搞工作啊。马上厉害。马上谁还过啊？根本没好。根本对啦。no，保卫就忙来了。那么小杨，拖那上头需要2个字做啊。要写那个字。要叫过啊。要对了。学生虽如初碰文脉，文章微小，诗好为重。但这个保卫从来分小小。这个你不微小。不微小。是爱个你都要来在晓得你不微小的，干喊起来你干那小那就是想得最对个呀。那么来生他那边么指头去拿得来着晓得。来生并不指头拿得来，对上一方苍蝇别拿起来嘛，落笔水香。那么苍蝇哪会的小人，才是引不动人干喊的呀？那想法，忘情离人，使人放弃，必是水印之灵为。我的小孩年龄不让媳妇累伺候罢了，小孩必一过门。小杨，小孩子，你在上头猜么子？三哥，我在这上头猜我。没好，猜中国会猜。这女子把位拿到手里，别
水中一只，落笔要笑，但是这个笑出来有点爱口音音。想想小白菜为子自家死，今朝我这里小跑位哪表伤心？嘿，我个阿三位，被为哪里？是一只狼啊，泪纷纷。你们若云相想，我心不深。你往的路上左右问。这是我伤害你吧？我害得你待人随狗与谁最香，我们害得你生死分离，是更伤心。我们害得你生人。骂你几人风，我们害得你待你一起是我生命。真的女风一别，我们来生再陪你走风声。可一生不失去性命，一定情。他知道他是你什么人是的，那就像他生你要是在平时。神，类似保卫小孩嘛，自家在苦浪的破铁套，把你小子我来个子，哥哥的啊！哎，小杨，我想保卫一群小孩在来看到的阿三了不对。上人一看嘛，小的没得，在里忙忙，是小的没得嘛，那只苦浪的还差不多个子。我说呀，保卫呀小孩子，他就来生去拍手指的哇，差不多，来差不多的哇。那么来生啊，还是去拿手指拍的了。有什么菜？来生保卫一碰，哈哒哒哒，往出外头去。刚正商量好的呀，带外头嘛，一些大螳螂下饭头，没出去嘛，一个苍蝇嘎嚓屁股晚上跟出去，围地上嘛长坡里带走。我一个苍蝇看辰光差不多嘛。对呀，辰光差不多多啊，他去忙古才做哎。哦，在姑姑山上呢，一直去忙古。哎呀，对了，实在抱歉。是啥？昨日夜里向学生一夜天崩溃。今朝身体不好。身体不好。精神不佳。再过麻烦你办一道吧。这个学生福气，拜托。小杨，你说个福气噻？我福气噻。苍蝇追你的，你还不去干？你不去嘛？我们哪还想大人不明去这一套着，不来个，必须得你去个。小杨，你这个不去的噻？我不去。不爱讲，不去不爱讲。不过你也晓得，
我是吃公事会的，欢喜大开天窗说亮话，是吧？你们拨我50块洋钿，我们50块洋钿今朝在，是吧？那么做心我花个10块、2块，等到阿三我可以剥皮股再困困，你也晓得个。我有得6岁了还哇！50块洋钿不难，我夫妻买块剥皮股的，晓得了样打法的，吃得吃，做得吃，还是自家去偷一道吧。到底买剥皮股也对不起自家阿三。搿么对啊？难打了，搿么是讲吧？那个学生辛苦一道了半年一道去。是呀，身体不适，而且我还送你走来个呀。搿是不敢当。搿亲娘。搿么亲啊！亲娘。两家头吃干打，落手的黑天阳门，打到高浪向一道里忙生门里过来。是呀，我晓得个。前里走回国子啊，预备过在地个。老板等我是老朋友，红实在个。我讲你说个，接我到人去嘛。高利息贷可是商量，我讲为可是买一送一嘞。要出上个面的，股债买一送一。那么不是个样嘛？买一块股债嘛，送一单些哦。搿个也是买一。亲娘。哦，这个过去来买股债，我要开后门嘞。亲娘。超人周年的两高头这个清淡淡水，不你非要为啥这个？这个这里敷一，拍台，错斜开这个师傅们，到底的我们里面还做。这个说呀，天地良心啊！你到阿三张面孔是实在别致个，正所谓天狼不倒下来，地狼不有出来，娘头比你养不出来嘛，这个水里向捏出来个哇！哎呦，你是识货吧？我是货没用过哎，你大人不识货呀？对呀。这个张别致面孔啊，说得杀干，是指我总知道你们随便那还不说话。随便那还开脱那个财命，放你走去哇！哎呀，对啊！你哪不做银户的人？你这是银户的人吗？我上生路来着哇！好有来着，不离提起小把菜，那是你一上身。这个呀，小把菜个张面孔就标记得了，自家看见过你收得多500张面孔，接到了小把菜。嘿。我个阿三喂，我们抽起水花没家用，我问灵魂必相对女。冬日生意，风儿比中天，第八声响在苍地镇浪向看个队伍是小把菜，我一看小把菜，马上爱脱了，石岸边只把子个。那么我动脑筋千方百计，要吃个苦把菜。我们千方百计没不打。水头金凤公，我自家晓得，头香菜肉本事彻彻的。无论关谷浪向个千金，塘里浪向个小小，庵堂里向个尼姑，后门是海个闹闹，这样我必须要落眼就落一个杀一个。对于这个小把菜吃来吃去吃不上，那么前半生等我想办法问。好朋友把生兄，你那等我一道呀！我不名字叫温大龙，古时也大么比神功，我内门用100块大洋嘛，100米呀！把了小把菜茶壶里向，小把菜一吃茶壶里向的茶嘛，马上野心发作。里面是本身么我大里70四岁，哎呀，这个开心呀！老里向的出事体这样，我们偏偏还是什么着，呀有呀，遇见老雨。
落西东，都是风声路不通。谁要从你里这个男人山头走来捉奸嘛？那么我哈达的就要从今以后不能阿三帮对子，那么我想阿三做上居夫妻，再去清洗百姓，但我想办法要。为了呀，把你下个神风风，我一我披上送香堂，送几百身一百披上么，我香堂抽他。不晓得，这些都当王兄弟，搿门亲俺们街上，上次搿等阿八家兄弟，不来啥些的事体不弄清爽，要无理无动，奴才把才做在俺们里向来么，罗里向的事体越弄越多，到今这马上也死这样。我正鸳鸯小世界，我枉费心机一山空。哎，想想说的做一个，哎呀，天不对是吧？刚刚太阳蛮黑，一旦乌云的，哎呀呀，起风走啊！哎呦，那了落雨走啊，天还伤心啥？一看那风起起，雨蒙蒙，云依依，风松松，这天一伤心却多红。他一路迎来，一路迎来一道衙门中，到时候我是一米走一米香，自家不觉得。走到该搭台头，一口又西瓜的走到营部衙门里向来着呀！对呀，上错地方，侬摆错地方了。马虎在马在该搭营部上来，那啥不，不错该，不错在该。衙门里向来做啥了？这要听我说呢，你去做啥了？去马棺材呀！那先不太清这一啥头子，半夜端正把位，再问立手。对个呀，他们都要对我说个呀，再问立手前头呢，半夜说3句闲话该。这个3句一说。文领队马上再转来，这个3句话说错讲，说错一个字嘛，文领队首富还跟那走来个，也是呀。就说我外头一个圈子一对嘛，3句话侪忘记脱了。我还忘记是俺懂的，手在妈妈好另外边这3句么好做啊？手子不来过啊，你手怎么文领队再不转来过啊？儿子，有文不善，当心要人做煤气。那也要做气，半夜去个呀，半夜去过啊。对呢，对，常言我的临近喉咙，大概的大军该给我门口。哟，不对，也是快在俺把他给了门口来这个。对，我是给了我。马玲玲啊，不。哎呀，是呀，听我说呀，对呀，等死要死来朋友，那给了你想吃醉呀？哎，你说个有啥个事体么？只有大概他点来心意么的。搿对呀。是啥？你阿爸在那里向。那里向我看见里向哈。有啥哈里讲？搿里头去吧，是了。搿么难等我办呀？我辣外头等来，拿门厅上3句闲话，马上出来嘛，你去嘛，回来去。这个难么不进去得了外头？我辣外头等。蛮好个，搿么难去了外头等吧啊！快点进去，快点出来。有什么在？搿么说起来，搿个苍蝇笨得嘞，李连不是睡了衣裳里向吗？拿出来，擦，头颈上一探么，拖进去喊做啊，做不出个呀！刚正50块洋钿单水，还是马上拿的拖进去啊，做不出个哇！这个街里向个金杯弄的拖进去么喊做啊？所以大门口嘛，开门，开门！在外头啥呢？外头是我啊！那个侬三门嘎噔一口。我到山路王头。清爽的，王头了，鬼插头了，老头了，王头儿。讲闲话做人家的。你等下，我来开门啊。那个侬三门关上，哐，锁起来，开门，刚一开。
一位王头，还有啥个字体？做饭人，大人虽拿得起呢。大人虽做那兄弟吕子一人，怎么个吕子人呢？我的安过去，就是这个面孔边个几个朋友。毛相妹哈，沈龙香行头别听看，哦哟，搿种饭人我最开心了。天的，搿里向有事做呀，还来点老婆的，没，我去做。你去做啊？要进礼的，对有礼康，最过来嘛。搿个呢也是叫吕子红，搿个学生叫吕子红，没哈，对，里头拿出来往这头颈上烫一脱，龙车在对呀，搿龙车在呀，我是国家公子呀，我的牙是杨子吕水东呀，我晓得那国家公子跟我进来，还努力冲到里向门把关着。吕子到里向你看不了西方，哎呀对啦！我晓得那个从地方变来是地之地，眼皮呀啥个啥，那个那龙车啥等告诉。分龙车这样来着对那说，毛官在高干，做内务总监，中文话，做内务，少去中文话啊！位置谁了做内务？跟我为啥个在你？为啥个在呀？你都阿巴掉干你。要西方这个老出去的老屋就老我生，老姑娘干我哇！干你哇！你干我啥？干你5年，干我5年。没好，老姑娘我还要干。你干你啥？我比你多年，我干你6年。你干你8个事？哪8个事？就银币毛币欲盖夫妻。要西方的银币毛币了欲盖夫妻，你那个大对分，我还干你8个事。我8个事啊！我干你偷赃枉法嘛，插旗人民。你大哥干吕子武捉拿到，那么要偶当为生，两内真相大白倾听。